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平安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今天是我们2012年第一场的周六礼拜。好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祝福说，在新的一年，神要大大的赐福你。在新的一年，神要大大的赐福你。牧师刚刚去骑脚踏车，好，骑了15天，好，总共骑了1400公里，骑到今天下午4点半，骑到华纳威秀。牧师娘就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今天晚上不请人家代替呢？好，不请人家代理呢？为什么还要赶回来？好，但是我想，哇，在新的一年第一场周六礼拜能够跟大家一起敬拜神，是我心里面非常渴望的，真的很渴望能够跟大家在这边一起能够敬拜神。所以呢，无论如何都要赶回来。所以呢，坐到桃园火车站的时候已经6点55分，好，就赶快冲上去换装，好，能够跟大家在这边一起敬拜。”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场的都是非常的蒙福啊，所以好不好？听牧师跟旁边的人说，很高兴跟你在这里一起敬拜我们的神。高兴敬拜我们的神。在15天的这个环台当中啊，有太多要分享，好，因为这个眼睛看了很多的地方，踩了很多的路，好，然后去到很多的没去过的地方，好，虽然台湾也去了好几趟。但是呢，真的有一些地方，好，实在是我们需要能够更花时间，好，用神的爱去接触，好，所以我们每一年有这样的短宣，每一年有这些福音队，或是我们有工作队，或是有夏令营，好，能够让我们有机会去参与、去认识、去了解，好，这次骑单车也很 lucky 的，就经过了水林教会，经过了马光教会，经过了柳营教会，啊，经过了很多我们都是短宣去过的教会。那也去了很多长老教会，不论是海边的、在乡下、在山上的，真的是发现说，哇！因为我这次去骑的不是年轻人哦，我大概是算里面倒数年纪轻的，里面是骑的都是这些企业的老板啊，好，公司的这些主管啊，好，年纪最大的66岁，好，66岁，他1个月环岛第2次，好，1个月环岛2次，非常的猛啊，好，那但是呢，他们能够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，好，他们也深深的感动。好，其实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很幸运。好，有一个教会，好，有一个迦南，教会成为你的属灵的家。好，有团契、学青、社青，好，有各样的团契或是小组，能够在属灵里面能够连结，有同伴，好，能够在这边一起来服侍神、敬拜神。好，但是我去呢很多地方看到很多、听到很多的故事。好，有的小朋友，好，他爸爸妈妈不要他，离了他，丢给阿嬷，好，那阿嬷呢？我靠，阿嬷又没有办法管他，所以他每天放学呢，都要孤单的一个人，好，一个国小4年级的小女生，好，在台中无期的地方，那他甚至呢，他回到家，前门如果是锁起来，表示家里面没有人，哇，他就要穿过那个这么窄的巷子，好，有看过这么窄的巷子吗？只有狗可以穿过去的，好，就是要穿过背着书包这样挤进去那个巷子，从后面的小门爬进去，然后回到他的家里面，好，我们有看到他的影片哦，回到家里面，好，也没有东西吃，好，也没有水，没有电，好，还好教会的客服班，好，接纳了他，让他能够来到教会，然后客服班的点心也让他带回去，所以他常常有一餐没有一餐，但是呢，他来到教会，他有一个很深的感动，哇，就是他认识耶稣。所以晚上夜再黑啊，这个晚上没有人，但是他说他不害怕，因为有耶稣陪伴他。好，所以有很多的见证。好，你们有机会的话，或是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上1919的网站。好，很好记，1919就是要救，1919要救的意思。好，你们可以上去看到很多里面的记录和点滴。好，那牧师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，能够跟大家分享。好，但是鼓励年轻人呢，好，能够在年轻的时候，好，能够为神来做梦。我不是鼓励你们骑脚踏车去环台，好，因为环台当然益处很多了，好，但是我觉得鼓励你们参加我们寒暑假的短宣啊，今年寒假没有参加我们暑假的短宣。好，我们所选定的地方都是我们经过长期的祷告，好，并且我们也去了解，所以每一年我们去短宣回来都会有很深的体验和体会。好，所以跟你旁边说，好，我们一起参加今年的短宣队。我们一起参加今年的短宣队。好，不论今年能不能成行，好，但是希望你能够去到透过短宣，好，将你的眼界眼光能够打开。
15天没有回到桃园，从火车站走回来，觉得这地方有一点陌生的感觉，有一点陌生。我可能离那个马路比较熟悉，离这个柏油路比较熟悉。但是回到桃园，又开始又有一个就是怎么样能够去接触桃园，能够与桃园这个地方的人，能够带领他认识神。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要让这个题目神所喜悦的服事，这也是我今年的主题，服事，服事，希望在今年当中，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探讨、来分享、来学习关于服事的这个功课。讲到服事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可能像刚才带领敬拜感献司献做招待放头一片、打周报，如果这些要列出来的话，服事有几样？很多，琳琅满目。我们周报打开，我们都有那个服事表，然后有这个轮值表，这些都是服事。那如果没有被列在上面的，算不算服事呢？才算服事。那我们在教会外面，在你的班上，在你的家中，在你上班的地方，算不算？能不能服事呢？我们要跟大家来好好来思考，到底服事是什么？而且让我们在今年这个 echo 可以帮我关掉吗？在那个26的地方。有没有人会关？把那个 echo 等一下要唱歌再打开就好了，让我有点在山洞里面讲道的感觉。在服事当中，很重要就是要去明白到底圣经里面神所喜悦的服事是什么。你能够抓住重点，能够掌握，那你的服事一辈子就不容易出差错。谢谢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抓住重点，你以为你服事神一辈子。我服侍神40年，服侍神50年，服侍神大半辈子，但是如果却不是神所喜悦，不是神所要的，那不是很可惜吗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来抓住今天的重点，什么是神所喜悦服侍？我们一起说神所喜悦的服侍。神所喜悦的。我们来看经节，在罗马书第14章的17节和18节。这个经节很短，在我们周报的金句里面有。那我们先来看。和合本，然后我们再来看现代中译本，在周报第12页。罗马书第14章，有我的投影片吗？都没有，是不是 ？OK， 好。罗马书第14章17节和18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还有第18节。基督的，就为神所喜悦，又为人所称许。好，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，就为神所喜悦，又为人所称许。好，我们来读现代中文译本。好，在我们的笔记第9页的地方，17节、18节，一起来。因为上帝的主权不在于饮食，而在于圣灵所赐的公正、和平、喜乐。这样侍奉基督的人，必得到上帝的喜欢和人的赞许。在这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到底什么是服侍神，而这样侍奉神的人，怎么样得到神的喜欢，又可以得到人的称赞。这样的服侍是一举数得。在服侍当中，神喜悦你这样服侍他，而且在这样的服侍里面，人家也不会攻击你。人家也不会讨厌你，也不会排挤你，而且人家也要称赞你。神所喜悦，人也称赞，这样的服事，真的是最棒的服事。那到底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服事呢？在罗马书14章里面，我们所看到这个经节，如果你把前面的经文看过来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在罗马教会当中，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，他们在探讨一个主题。这个主题就是到底我们的敬拜神、服侍神，要按照旧约当中的规矩，就会规定我们很多东西不可以吃、不可以碰、不可以摸。那是不是这些东西我都不能去碰它？请问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？不行。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？基督徒可不可以吸毒？基督徒可不可以吃鸭血？好，有的基督徒他是完全不吃鸭血，他完全不抽烟，完全不喝酒。
他会甚至为了吃的问题，会起很多的辩论。圣经里面就有说，血不能吃，好，境界偶像，还有吃血，好，这是在雅各在使徒行传里面对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里面，好所说，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所说的。但是到底基督徒什么可以吃，什么不可以吃？而吃的会不会得罪神？会不会就是被上帝排挤在外？我吃的这些东西，我就没办法得救。我吃的这些东西，神就不喜悦我。其实刚刚以上这些问题，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？好，是基督徒不是可以或不可以的问题，是基督徒不需要抽烟，不需要喝酒，也不需要吸毒。有人抽烟是为了解决烦恼，有人喝酒是为了心里面郁闷，借酒浇愁。有人吸毒是因为他找不到方法，找不到快乐，用吸毒来满足。但是基督徒不需要靠这些东西来解决他的问题，解决他的困扰，因为在基督里面，他就找到一切的秘诀。所以人家问你说，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这个，可不可以喝那个，可不可以做这个？好，不是可以或不可以，而是要或不要。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是被耶稣基督所买回的，所以我们是自由，我们不会被捆绑。你问问抽烟的朋友，你叫他一天不抽烟，他的手可能会抖得很难过，他嘴巴可能会麻。你叫他喝酒的，一天不喝酒，他会开始这边痒那边痒，东抓西抓。特别你看他叫他吸毒的，叫他一天不吸毒看看，他可能就会想要去抢，好，他可能就会想要去做很多的不正常的举动。但是基督徒不需要靠这一些来满足自己，而是借着在服事当中追求这3件事情：公义、和平、圣灵中的喜乐。我们来说一次：公义、和平、圣灵中的喜乐。在中间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问问大家，每一位服事神的人，曾经服事，因为服事很多，对内的服事、对外的服事、对神的服事、对教会服事、对社区的服事、对孩子的服事，好，在生命教育这也是服事，好，甚至你做志工也是服事。每一样服事当中，你有没有曾经因为服事而受伤，或是服事觉得疲累，或是在服事当中觉得对神失去了热情？这不是我想要的，这不是我愿意的。我们圣诞节刚刚过去，跨年祷告会也刚刚过去，在服事当中，很多人有机会上台服事，或是参与服事。在这个服事当中，你有没有受伤的经验、疲累的经验，变得我不想要再服事了，我只想要好好聚会，我只想要好好的亲近神？有没有？好，问问自己。如果有的话，到底是怎么样？出了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？什么地方我需要去更改，让我能够继续服侍神？我们就要从罗马书保罗所告诉我们的，基督徒追求上帝的国、上帝的主权，不在于 yes or no 好规矩是或非的问题，而在于你要怎么样去追求圣灵所赐的公义、和平，还有圣灵的喜乐。好，现代中文译本跟和本把这个圣灵所赐的，现代中文译本把圣灵所赐这3样东西统统写在一起。好，那和本就是公义、和平，还有圣灵中的喜乐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样，什么是公义？什么样透过公义来服侍神？讲到公义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你会想到法院。但是今天讲到法院，你会觉得法院很公正、公义、公平。好，大部分人都会对法院摇头。好，因为我们的国家出了很多的法官，好，是属于恐龙类的，好，简称恐龙法官。他们的判决让人奇怪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决？所以连法院你都没有办法信任，而且律师，好，只要有钱就可以打赢各场的官司，你只要请得起。这一次我们去环台，有一个律师，他说他的律师事务所一个公司里面有100多个律师。哇，我说你们什么公司需要这么多的律师？好，他说譬如说宏达电跟苹果在对告的时候，就是找他们这种公司，有100多个律师，好，在那边替你想，好，然后跨国的这个企业怎么样去写这些要诉讼的案件。所以大家都是绞尽脑汁，明明一本6法全书就这样，可是呢，大家可以谁对谁错，好，还不是6法全书最厉害，好，
怎么讲赢，让法官能够采信，变成是这样的行为。但是这样世间是不是就没有公义？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公平？这个世界就找不到一个真正一个可以衡量的标准？有人认为这个世界很不公平，但是有人常说老天爷是公平的，上帝是公平的。我相信现在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，有的人就认为上帝很不公平。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，你所接触的人当中，他可能对世界有很多的抱怨，觉得人生不这个悲喜郎，为什么插下嘴？我这次从台湾北到台湾南这样子看，我也觉得台湾真的是很不公平。北部的这个资源环境条件很好，在南部的就很艰辛。我们经过了高雄县，那边在卖一个套房，一间套房才30几万块，但是来到台北市，30几万块可以买什么？买一间厕所还买不起，所以真的是很不公平。所以到底怎么去追求上帝的公平呢？你要思考2件事情。第一，就是要有正当的行为，请你写下来。公义就是要有正当的行为，行为包括你说什么做什么，还有你的思想要正当。很多的不公义就是从不正当的行为开始，说谎话、偷窃、偷看、偷拿，就是你不敢光明磊落。偷情，这个还有什么偷？就是你不敢让人家看见，不敢让人家知道。偷偷讲话，偷偷写小纸条，偷偷睡觉，偷偷打瞌睡。你不敢正正当当，不敢光明磊落的公开出来，你就开始远离了公义。有吗？谢谢你。不敢显露出来的，就是你开始远离了公义，远离了公义。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公义的人，你就要学习。要行走在光明当中，我们一起说：行走在光明当中。行走在光明当中。跟你旁边的鼓励说：要有正当的行为。对，所以我们要远离这样的恶事。好，这个各种跟偷有关的，不管是偷看啊、偷说啊、偷讲啊，偷偷打电话啊、偷偷睡觉啊，这些你都要远离它。好，你要行走在光明当中，成为光明的儿女，这样子呢，才能够让我们的行为导正我们的内心。当你从小到大都行走在光明当中，有正当的行为，自然你的公正公义的品格就会培育出来。可是呢，你从小到大活在暗昧当中，有话不敢说，有心事不敢讲，有困难不敢找人帮助，偷偷的放在心里面，偷偷的藏起来，喜欢的人不敢表达，偷偷的在心里面小鹿乱撞，久而久之，你可能就会行走在暗昧当中，成为一种两面的人。在人前是一个样子，在人之后又是一个样子。在房间里面是一个人，是一个样子；离开房间，走在马路上，哇，又是一个人。这样子是很危险的事情，危险的事情。神要我们活在公义当中，追求公义，就是要从我们正当的行为开始。第二个，要行神的什么旨意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子来的，行神的旨意。好，请把它写下来。我以为你找到我的投影片，在那个周报啊，算了，没关系。好，什么是公义？这个世界跟你说很多公义、公正、公平，但是呢，却没有办法真正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。世界上唯一的公义，就是在神里面，因为神说了算，神说了算。好，法官说了，好，可能那时候算，可是呢，连法官可能过了几年之后，他也会被翻案。所以法官的话，好，这个总统的话，好，他有可能下台之后就没有人要鸟他了，就没人要理他了。所以唯有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，神的标准是永远一致。这本圣经就是最好的证明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我们的宪法，我们国家的宪法要修宪，要修改，因为时代，好，因为不同的族群，啊，因为有原住民，好，有客家人，还有什么？有大陆来的，好，还有越南来的、印尼来的、菲律宾来的，所以要一直修改，要一直修订。但是这本圣经从它写出来到现在，一个字都没有改过，这就是神的标准。而神的旨意就在这本圣经当中，需要我们花时间，不是说我把它背下来我就知道神的旨意，而是你要用心去思想，用心去揣摩，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。好像在跟神谈恋爱，好，有谈过恋爱的人，好，就会想，我的另外一半，我的阿娜达，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心？我送他这个比较好呢，还是送他那个比较好呢？你要揣摩一下，好，所以你要常常去认识他，常常要去跟他接触，跟他约会，跟他热线。同样跟我们的神也是一样，神已经把圣经一本送给你，可是呢，你不一定知道神喜欢的是这样子还是那样子，所以你要常常花时间跟神在一起，常常花时间读神的话，祷告，亲近神，你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。刚才讲到正当的行为，还包括一件事情，偷偷的祷告。有人祷告都很喜欢偷偷的祷告，有没有？好，不是不好，但是呢，你不要一直都是偷偷的祷告。好，当你要开口祷告的时候，你讲不出来，你的生命就会那个部分，你的灵就会被遮盖住。所以，当你有机会祷告的时候，你要学习开口的祷告。我们今年在周六礼拜当中，我们定了一个目标，就是要操练我们弟兄姐妹要带领公祷，开口的祷告，就是让我们能够行走在光明当中，一个正当的行为。这次去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，他不是基督徒，我们这一团有45个人，大概有15个人都不是基督徒，很有趣。所以他们15个就是我们锁定的对象。那他们呢，就是跟着我们早上祷告，晚上祷告，吃饭祷告，好，然后就跟着我们一起。好，那他们因为是认同这个募款的活动，为急难家庭募款。那有一个跟我是同年次的，也是念同一所学校的。好，那我后来呢，他就问说：“哇，柏志牧师，我听你在祷告的时候，我觉得好特别，你的祷告。”我永远想不到可以讲出这种话来。如果是我永远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好，但是呢，我听你们祷告，好，当然不是只有我听每一个人祷告，觉得你们基督徒开口祷告的时候，哇，真的让我觉得心里面顿时感觉很不一样。我不晓得，如果你有机会带你的朋友一起祷告看看，他会有这样子的诧异，他会有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啊。原来可以这样子跟神说话，可以这样子跟神祷告。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很习惯祷告，安静的祷告，默默的祷告，你却没有把祷告开口宣告出来的时候，却没有办法影响他。所以这个朋友就说：“啊，我一定要到你们教会去，好，找机会到你们教会去，带我的太太，带我的孩子，好，去你们教会看看。”诸如此类。好，其实当你有机会，不要害怕。在正当的行为行神的旨意，这是第一个。公义，追求公义。好，跟你旁边鼓励说，我们要一起追求公义。要有正当的行为。要行神的旨意。第二，和平。和平，好，有3件事情。和平，还不简单。好，请问台湾有没有和平？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。好，可能选完之后那个晚上是最和平，但是呢，选完了大家选赢选输，大家就会表现出君子风度。那天晚上最和平，可是隔天之后呢，开始新闻啊，不公平啊，作弊啊，怎么样，又开始出现了。好，所以台湾从每4年就要在这样间隔当中不断吵，而且又不是只有选总统，还要选立委，还要选议员，还要选市长。但是到底台湾怎么样才能够和平？怎么样才能够有神的和平在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的国家，在我们当中有3个方向，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。第一个，要与自己和平相处。好，请我们说一次，与自己和平相处。所以你照镜子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开心。有，表示你可以与自己和平相处。有人连镜子都不想要买，
他都不想要装镜子，因为他最好不要看到自己。他看到自己，他就会很不开心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好，希望我们在这里面渐渐都没有这样的人。可是我相信，在教会外面，在你的同学当中，或许有这样的人，恨自己。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要把我生出来？讨厌自己，为什么我会长成这个样子？好，厌恶自己，为什么我这么多的缺点都在我身上？跟自己没有办法和平相处，他就没有办法体会什么叫和平，因为他连自己一个人睡觉的时候都想要打自己，好，他都想要用头去撞墙，这样真的有这样的人，好，所以他选择消极的面对他自己的人生，他就头发也不剪啊，胡子也不剃啊，衣服也不扣啊。好，我们这次骑到一个地方，就看到一个人站在路边，面向我们这样骑过来，他就站在路边，不是在欢迎我们，他对着我们小便，真的是这样子，他站在路边对着我们小便，哇，每个人看了差一点摔车这样。但是你可以想象，这样的人他的生命有什么问题？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爱自己，好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懂得怎样去照顾自己，所以那他一定是蓬头垢面、披头散发、胡须任他长。在台湾乡下角落，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，很多这样的家庭，他连自己都不会好好照顾人，他不想要洗脸，他不想要刷牙，他也不想要修整自己的仪容，他就连自己都讨厌，他就永远没有办法体会和平。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。好，现在就跟你不要跟别人，你就对自己说：我要好好爱我自己。要好好爱我自己。再说2次。我要好好爱我自己。再会一次，我要好好爱我自己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新的一年2012年，好好爱你自己，好好爱你自己，因为你真的是很特别，是很独一无二。不要看别人，不要比较环境，你要知道。在你身上，上帝有给你独特的恩赐，最宝贵的就是上帝把他的一口气、生命气息给了你。这个生命气息，有多少人想要用钱去买，买不到？有多少人想要用多少的财产去换一条生命气息，换不来？但是上帝无条件送给了你有生命气息，所以你要好好的去爱自己，与自己和平相处。如果你过去很讨厌自己，今天你要祷告，跟神祷告说：神啊，我愿意原谅我自己，饶恕我自己，接纳我自己。好，我愿意接纳我的长相，接纳我的身材，接纳我的智商，接纳我的学校，好，接纳我的课业，接纳我的收入，接纳我目前的自己。我愿意接纳，我要好好的爱自己，你才能够进入到和平的里面。第二个，保持内心的平安。平安怎么来？有一首歌叫做《主是平安》，主是平安，他以彩绘中间割断的墙。好，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唱过很多次。主就是平安，平安就是主。平安呢，不是因为你家里面装了这个铁窗，装了这个防弹玻璃，你的车子里面呢，好装了很多的灭火器啊，家里面有很多灭火器，好，然后有这个防盗的警铃，哇，你就很有平安。越有钱的人越不容易有平安，因为他可能不晓得啊，人家怎么样凶康凶胖，好，就是要把东西把他钱骗走。但是呢，越没有钱的人越有平安，好，他门窗都不用关。好，我们去到乡下，那些人哇，大家的窗户都不用关，门也不用关。好，在原住民的部落当中，好，大家门开得大大的，小孩子让他走在马路上，好都没有关系，很有平安。可是呢，在我们都市不一样啊，哎，不可以到马路，好，不可以，好，走红绿灯过斑马线要小心，很没有平安。好，你可以想想看，你一天当中有多少的这种不平安在你里面？好，怕你的钱包掉啦，怕你的手机被摸走啦，好，怕你的这个宝贝的东西好遗忘在什么地方？但是呢，追求和平，你要先追求你的平安。
平安不是用物质，平安不是用其他东西来满足啊。我有一个手机，我就很满足，我就内心有平安，并不是这样。好，反而是当你一无所有，也不用到一无所有，你不要被物质所捆绑，不要被物质所捆绑，你能够享受你的生活，享受你的每一天，在你的心里面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，这就是平安。所以平安简单说就是信靠神。我们一起说信靠神。信靠神。你也可以过得很富裕的生活，好，你也过着物质很好的生活，但是你不要为了那些物质的东西提心吊胆，好，认为说我的东西不见啊。你只要相信神会替你保守，替你看管一切，信靠神，你就有平安。在我们昨天晚上的最后一个晚会当中，好，就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布道会。哇，我们请出了这个团员里面最年长的这个大姐，哇，她讲她的见证，让所有听的这些企业的老板他们都很感动。好，当场就有3个老板决定要信主，好，呼召之后就决志就信主。好，其他的陆续当中，好，因为他们在骑车的时候，就会有带头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好，念3次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；不要怕，只要信；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好，然后就这样带他，所以这些很可爱很有趣哦。好，他们就跟着把这个耶稣的话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好，一起宣告出来。但是这个大姐呢，她在分享说，哇，她在信主以前，她跟她先生，好，男的很会赚钱，女的也是女强人，哇，他们都很强势，而且呢，他们过的生活是非常的富裕。可是呢，他们一直向着目标，好，一直在努力，赚很多的钱，好，赚很多钱。可是呢，他们生了一个女儿，好，所以他们也对这个女儿呢要求很高，好，希望这个女儿将来也能够像她爸爸妈妈一样，他们没有其他兄弟姐妹，就生这么一个女儿，好，这么有钱不多生几个，很奇怪，好。但是呢，这个女儿因为爸爸妈妈的要求很高，反而成长过程当中，这个女儿很没有自信心，很没有自信心。好，她做任何事情都很胆怯，因为她怕她没有办法达到父母亲的要求那么样的好。虽然她考试也不错，好，也出国去念书去留学，可是呢，还是没有自信心。一直到这个妈妈信主之后，好，神点破她生命的问题，好，就是呢，她不愿意信靠神，所以呢，这个妈妈开始知道啊，她需要有个神可以成为她的依靠。他不用凡事好那么硬，他不需要凡事都要靠自己，所以他就跑去美国跟他女儿道歉，好，一条一条的讲啊，说妈妈对不起你，好，怎么样的压榨，好，怎么样的要求你，好，怎么样的给你很多的压力，好，一个一个跟他道歉，好，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后来这个大姐啊，她也是60几岁哦，她说呢，她这次要出来骑单车之前呢，他先去医院做健康检查，结果健康检查呢，医生告诉他说：“哇，你这个健康检查好像长一个东西哦，好，你可能呢，好要小心，好，所以他说，哦，我后天就要骑单车去环岛，所以呢，你今天就要给我好，就一定要帮我把这个片子要把它看出来，所以他就等到下午，好，结果呢，医生说这看起来不是很乐观，好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，好，不要去。”但是呢，他只有一句话，他说呢：“我相信神，好，我相信神，所以好，上帝一定会为我的这个负责。”所以他内心充满了平安，在这10几天当中，他不讲没有人知道，他不讲没有人知道说他有一个东西长在他里面，好，因为他之前才开过胰脏癌的刀，好，所以之前开过。可是呢，在这几天当中，好，能够骑的他就骑，好，能够爬的他就爬。好，而且他每次骑车的时候，他都一定放诗歌，好，听诗歌的音乐，好，就是他的力量，非常的特别，所以他那一份坚定的信心，也成为他内心平安的来源。弟兄姐妹，你对神有没有信心？当你对神有信心，你就会有平安。不管外面风再大，雨再大，好，浪再高，但是呢，有神的平安在你的里面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。什么都不用惧怕，所以第一个要与自己相处，第二个要追求保持内心的平安，第三个追求与
众人和睦，众人、他人，众人和睦。我也忘记我自己答案是什么。好，与众人和睦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好，勿要什么？端午节还没有到啦。对了，追求与众人和睦。有的人在班上的人际关系很好，哇，这个讲话非常的幽默，非常的讨人喜欢。然后呢，很多的朋友，可是呢，也有很多的仇敌，也有很多排挤的人，也有很多看不顺眼的人。这样子有没有跟众人和睦？还不够。你可以跟2、3个人很麻吉、很要好，可是你在外面有10几个仇敌，你一定没有平安。好，因为你可能都要想，都要算，哇，这些人会不会对你不利？好，会不会给你撂杯啊？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好，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你可以跟几个要好的很好，好，那很容易啊。好，自然就你个性相投，好，这个谈得来，聊得开心，好，就会很好。可是你要跟众人和睦，需要学习。哪边是你学习最好的地方呢？好，就是在你的学校。好，但是我觉得最好跟众人学习和睦的地方，就是在教会。好，在教会里面，好，其实就是神在操练我们的一个环境。如果你都只有来做礼拜，好，你没有参加过团契，没有参加小组，你就少学了这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追求和平。上帝喜悦我们追求公义，上帝喜悦我们追求和平。这2件事情就是在服侍神，就是神所喜悦的服侍。如果你在台上带敬拜，一个弹琴，一个打鼓，一个弹贝斯，台上大家唱同一首歌，下台之后讲话都不讲话，连看都不想看，好，碰都不想碰，这样的服侍有用吗？神会喜欢吗？可能他们可以带一场上千人的敬拜，好的这个特会，可是呢，他们在台下好没有那个和睦，没有那个和平，神的喜悦好根本就领不到。好，神的祝福根本就领不到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要去爱弟兄，去爱姐妹，还要包括去爱仇敌。我们说爱仇敌，爱仇敌。新的一年当中，祝福各位，好，你的仇敌通通都被你爱光光。新的一年当中，好，你的仇敌因为神在你生命当中的爱，你的仇敌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你的仇敌变成你的朋友，你的仇敌变成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。在基督里面是做得到，好，在社会当中，好，仇敌就是仇敌，竞争者就是竞争者，好，不是我第一就是你第二。但是呢，在基督里面，好，透过爱，我们是能够改变彼此，好，让我们不会成为一个互相竞争，而是一个互相帮助。所以，如果你的班上很竞争，好，你在学校里面常常什么系啊、什么队啊、什么比赛啊，好，然后有很强的对手，你要学习好与众人和睦，好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特别我们选举要到了，倒数几天而已，好，我们的选举整个选举过程就是在制造分裂，好，大家讲自己的政见就好了，不讲自己的政见，都要去讲别人哪里不好，好，讲别人哪边不对，在制造分裂，好，在伤害。其实这要花很大的代价去修补、去医治，所以我们台湾真的在生病。好，我们台湾在生病，好，没有真正的和平，没有真正的和睦。但是这3件事情，从你自己开始，从你的内心开始，从你跟人的关系开始，这就是我们今年要开始服侍的目标。当你这样服侍，神就会喜悦，也会得到人的称赞。第一个是公义，第二是和平，最后是圣灵中的喜乐。喜乐跟快乐有没有一样？好，不一样。快乐呢，好，就是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喜乐呢就不一样了。好，喜乐就像妈妈要害喜，有没有害喜过？如果还没有结婚，当然都没有。好，害喜不是很开心，可是呢，在害喜的过程当中，好像我的太太好
陈师母，她生3个，3个都很会害喜，好，而且呢，她的害喜，她想说第3个她应该有经验的，也可以比较容易一点，结果还是一样。但是呢，在害喜的过程中，我在旁边看，好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好，说真的，拍拍背啊，好，她常常这个想吐的时候，好，大家很痛苦，好，就是。其实我觉得害喜也是上帝好对女性的一个祝福，好在调整里面的体质，让你的整个身体好里面呢能够成为一个胎儿孕育最好的环境，好，所以都是鼓励他，好，上帝要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好，好，所以你害喜的吐的东西越多，好，你里面就越干净，好，当然对他还是没有很大的帮助，但是呢，最重要的是在害喜的过程当中，他愿意去忍受那个痛苦的过程。是因为他知道有一个生命在他的里面，他在他里面，这是一种喜乐。所以喜乐不一定是好事情，好，喜乐不一定是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，喜乐不一定是在一个很 safe 好、很平静好、很漂亮的地方，喜乐有可能是在一个很贫穷的地方，喜乐可能是在一个饥寒挨饿受冻的一个时刻，喜乐有可能是在一个山穷水尽，好，走到末路，好，已经没有路可以走的一种感觉。但是在你里面有一个生命力，那个生命力，好，告诉你 OK 的，可以的，继续走，这种喜乐就冒出来。我们这次环岛了15天。从第1天到第12天都没有下雨，哇！大家好快乐，说哇神啊，好棒啊，都没有下雨，我们会不会创纪录？15天都不会遇到雨？结果第12天开始下，好，下到今天4天都在淋雨，淋雨当中哇，而且又一直往北，好，天气越来越冷，所以我们骑到宜兰的时候，每个人去的一直喘。好，然后呢都不想停下来，好，但是你又不能不停，因为又很想上厕所，好，因为这个很冷的天气当中，就是很想跑厕所，好，所以在那当中，身体好并不是很舒服，又湿又冷，好，然后呢有的时候呢，好在山里面可能又饿，可是，在这样一个恶劣环境当中，好，心里面好有一股力量，继续往前。好，因为你知道有个目标，好，目标不是前面有好吃的在等你，好，而是目标就是终点，好，终点就是要为这个急难家庭，好，来为他们来募款。所以圣灵中的喜乐，好，第一个就是要在苦难中喜乐。你找到答案了？好。在神前喜乐，好，请帮我写下来。在神前喜乐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喜乐需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，好，不是我们的痛苦带到神的面前，就会变成喜乐。如果你的痛苦没有带到神的面前，你的痛苦还是痛苦，更加的痛苦。可是你能够把你的痛苦带到神的面前，好，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分享，好，那个大姐。好，其实她可以做阿嬷了。好，她长了一个东西，可是呢，她就带到神的面前，她就有喜乐，她就不害怕。可能你今天还没有吃饭，你的胃在跟你抗议，可是呢，你把它带到神的面前，我向神进食，我向神祷告，神就给你力量在你的里面。所以在圣灵中的喜乐，就是要追求好，凡事带到神的面前。第二个，好，在人前吗？第2点，在人前喜乐，好，一个是在神前，在神的面前喜乐。第2个，在人前也要喜乐。来看一下你隔壁人，先看看他喜不喜乐，然后呢，现在呢，把你一个喜乐的脸分享给你旁边的人。在人前喜乐很重要。如果你在神的面前很喜乐，哇，神啊，我好爱你。可是来到人的面前，一脸严肃，一脸很震惊，
其实你的喜乐是没有办法分享给人，唯有把神的喜乐分享给人，好，多给人一些关怀，多给人一些拥抱，多给人一些爱，好，很容易就把神的喜乐带给别人。这次我做很多的事情，在骑单车当中，好，就是一直在跟路人，好，其实牧师第一天骑得很辛苦，好，骑得很辛苦，因为这个爬坡上上下下，从台北到桃园到新竹，好，所以骑得很累，很累，所以说啊，好累。就后来一个牧师就把他的公路车借给我，说哇，说他好心跟我交换，因为他一直跟我聊天，但是我已经快骑不动，我连话都不想讲，好，我只想要赶快专心把它骑完。他说好了，那我们换一下车，好，换车，换我坐他的车，他坐我的车，哎，一踩之后，哇，好轻松，然后就咻，就从后段班跑到前段班，就过了5分钟之后呢，那个牧师换他过来，他上气不接下气的讲不出话来，哇！所以我就第2天回来做礼拜的时候，我就回来换了一台公路车，好，就跑去环岛。但是呢，换了车之后呢，就很喜乐，好，那不是喜乐，那是快乐，好，那是快乐。但是呢，在看到路边的小朋友呢，好，就会主动跟他挥手，很有趣哦。不是只有小朋友，路人，他们看到有骑车的人来，你就跟他挥挥手，哎。他们本来那个表情是一点很痴呆的表情啊，怎么有这么多的绿衣服的人经过？好，但是你跟他一挥手之后，他们就笑出来，所以很容易，你可以跟人家分享，在人前喜乐，只要你愿意跟主动的，你愿意主动先给他，好，主动先跟人家打招呼，主动先对人家微笑，特别是服侍的人、做招待的人、在台上的人、在众人的面前的人。你一定要先主动的去服侍他，把喜乐分享给他，神就喜悦你这样的服侍，所以你能够让人家开心，好，让人家开怀，神喜悦这样的服侍。所以这3件事情，公义、和平、圣灵中的喜乐，我们再把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的经节17节、18节再来读一次，预备来。因为上帝的主权不在于饮食，而在于吃公正。和平喜乐，这样侍奉基督的人必得到上帝的喜欢和人的赞许。教会可能会有很多的规矩啊，什么可以，什么不可以，但是你不要被这些规矩去限制住你对神的服事的热情。你一辈子就努力这3件事情就够了，真的就够了。追求公义。公义就是从你的正当的行为开始，从行神的旨意开始，追求和平，好好爱你自己，追求你内心的平安与众人的和睦。第3件事情，圣灵中的喜乐，把你各样的困难、患难带到神的面前，让神把你的困难变成一股喜乐的力量。哈巴谷书说，虽然圈里没有了羊，圈中也没有了牛，葡萄树、无花果树也不结果，但是我仍然要因我的神欢喜。他根本种了半天，什么都收不到。他努力了1个月，努力了半年，努力了1年，牛羊都死光光。但是我仍要因我的神欢喜，因为他知道，在神面前喜乐的秘诀。好好去爱你的家人，回家不要给你爸爸妈妈一个臭脸，我回来了，砰就进去，主动的对他们打招呼，主动的给他们微笑，若是可以，给他一个拥抱，你们家的气氛就改变，你们班上的气氛就改变。神喜悦我们这样来服侍他，神喜悦你这样子做这3件事情，得到神的喜悦，也会得到人的赞许。好吧，我们这时候我们来思想新的1年当中，你要怎么样来服侍神？在这1年当中，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有什么样人生的目标？不要偷偷的放在心里面，行走在光明中，跟神求，跟神祷告。带领我们的夏中间牧师，他在跨年那个晚上，他要我们去想一个问题。如果用一个字
明年今年2012年用一个字，你会选择哪一个字？好，成为你今年的期待。我想了想，我用成，不是陈柏志，成功的成。这个成，我希望在今年当中，我的灵命可以更成熟。我希望在夫妻的关系上能够更成长。我希望开拓教会能够成功。我希望能够看见神美好的事情要成就。这就是我的目标，就是我的期待。我向神祷告，我也跟人家分享。我也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，今年是你第一场参加的礼拜，或许你可以好好抓住神要给你的应许，在新的一年当中，用公义、用和平，还有在圣灵中的喜乐来服侍神。神会给你意想不到的祝福，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同声或是同心来开口向神祷告。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，你可以向神来说话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主啊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谢谢你把新的一年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。在过去的一年，主你的看顾与保守，主啊，你的恩典与慈爱，主啊，永不离开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要为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赐下你的公义，赐下你的和平，以及你在圣灵中的喜乐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来服侍你，能够来讨神的喜悦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离弃暗昧的事情。主啊，远离各样的罪恶。主啊，让我们不再是走在黑暗当中，而是要行走在光明里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行神的旨意。主啊，能够明白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，你在我们每一个时刻当中你的带领和引导。主啊，赐给我们有一个和平的心，能够爱自己。主啊，能够有内心的平安。主啊，更能够追求与众人的和睦，特别那些是不可爱的人。主啊，人家所不愿意去爱的人，主啊，我们愿意学习去接纳，学习去爱他们。主啊，也求你把喜乐在圣灵当中赐下来。主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主啊，我们要得着你的喜乐。主啊，不论环境再艰难、再困苦，主啊，我们要得着你的喜乐。唯有你的喜乐能够带领我们走过一切的死荫和幽谷。主啊，虽然圈中没有了羊，谷中没有了牛，主啊，葡萄树也不结果，无花果树，主啊，也没有收成。主啊，但是我们要仍然因耶和华欢喜快乐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喜乐赐下来，赐给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。主啊，不论在课业上、在工作上，主啊，在婚姻上、在情感上面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有圣灵所赐的喜乐浇灌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好让我们能够用你的喜乐分享与人，我们的家人，主啊，我们的朋友，主啊，我们身边的人，都要用神你的爱，用你的喜乐与他们分享。谢谢爱我们的主。主，我们把今年我们的目标，主啊，把今年我们的期待再次仰望交托在神的面前，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，求主你亲自来成就。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